喺今集節目開始嘅時候呢，我想同大家分享馬雲講過嘅一番我覺得好有意思嘅說話。佢話：如果拜佛有用，恐怕你連廟門都入唔到去啊！如果種地可以賺錢呢，咁農民應該都冇地可以種噶啦。如果勤勞可以致富呢，即使你去挑大糞，你都要請客送禮拉關係先會有得做。馬雲呢番說話係想指出，好多一般普羅大眾認為可以賺錢嘅方法，其實都係賺唔到錢嘅。我對錢咧都有一番自己嘅見解，而基於呢啲見解咧，我覺得我自己喺財富嘅路上咧都走得尚算順利嘅。呢啲觀念並唔係與生俱來，而係經歷過好多人同事之後咧慢慢建立嘅。我打算藉住呢集節目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呢啲觀點同你不謀而合嘅話咧，你可以當係溫故知新啦。但如果呢啲觀念對你嚟講係好新鮮嘅話咧，亦都希望可以為你帶嚟一啲嘅啟發。我將呢啲觀念總結成3點，想知道嘅話咧就要完整觀看呢一集節目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Tony。呢個 channel 會免費分享銷售技巧同思維，令銷售成為快樂嘅工作。如果大家都想成為有開心又賺到錢嘅 sales 咧，就要訂閱呢個 channel 以及開啟提示鈴啦。第一個同大家分享我對於錢嘅觀念咧，就係錢並唔係工作嘅目的。你試下問下身邊嘅人，甚至乎問下你自己啊，你工作嘅目的係乜嘢呢？相信絕大部分人都會答你係為咗錢嘅。呢個聽上去係一個好合理嘅理由。咁唔通冇錢你都做咩？但係我咧就唔係咁睇嘅。工作的確可以為我哋帶嚟錢，但錢並唔係工作嘅目的。嗱，我再講多次啊，工作的確可以為我哋帶嚟錢，但係錢並唔係工作嘅目的。嘗試理解一下我呢番說話，錢係當你完成咗工作之後，你所獲得嘅回報，亦都係對你工作水平衡工量值嘅標準。當你嘅工作水平越高，你所獲得嘅回報就越大。所以你應該將你工作嘅焦點放喺如何提升工作水平，而唔係放喺回報上啊。打個比喻，一場比賽，如果你嘅表現好好，你就可以獲得獎杯啦。獎杯就係對你表現好嘅回報。所以你應該追求嘅係提升表現，而唔係追求個獎杯啊。點解大部分人揾錢咁困難啊？係因為佢哋嘅焦點放錯咗。無論今日嘅你係做緊任何行業、任何工作，多啲將你嘅注意力放喺點樣提升你嘅工作表現，放大你嘅貢獻。久而久之，你就會發現錢係會追住你嘅。第二個我對錢嘅觀念呢，就係要為自己嘅時間定價。尤其如果你係一個創業者，你需要好清晰知道自己嘅時間值。如果我問大家你1小時嘅工作值幾多錢，唔知你答唔答到我呢？其實呢條數好易計㗎咋，將你1個月想揾幾多錢呢個目標除以你1個月嘅工作時數，答案就等於你每個小時嘅時間值啦。咁知道咗又點呢？當你知道咗之後，你就有一個好客觀嘅基準去判斷你嘅時間應該投放喺乜嘢嘅人同埋事上面。假如你嘅時間值係1000蚊1小時嘅，呢件事值唔值得做？呢個人值唔值得見？你有個好清晰嘅判斷標準，就係睇呢個人呢件事可唔可以為你帶嚟高於1000蚊1小時嘅價值啦。咁可能你會話：喂，咁樣做法會唔會太功利啊？樣樣都講錢。留意，我只係話工作時間，你嘅私人時間，例如你陪屋企人啊、陪朋友嘅時間呢，係唔喺呢個計算裏邊嘅。呢個觀點咧，同頭先提到嘅第一點都好有關係嘅。我話我哋要將焦點放喺提升工作水平上，而提升嘅關鍵就係時間。你越願意付出時間，你就越能夠達至高水平。所以你要好好善用時間，唔好俾一啲冇價值嘅人同事去浪費你嘅時間，從而拖垮咗你嘅賺錢能力啊。第三個我對錢嘅觀念呢，就係用風險賺錢啦。大部分人都係用勞動力、專業性，甚至乎係時間去賺錢嘅。但就算係同等嘅勞動力、同等嘅專業性、同等嘅時間，賺錢都有高低之分喎。點解呢？因為大家承擔風險嘅意願唔相同啊。一個裝修工人具備嘅勞動力、專業時間，同埋一個工程公司嘅老闆可能差唔多嘅啫喎。但點解佢哋賺錢之間會有咁大差別啊？原因係因為工程公司老闆願意承擔創業風險。其實人去到中年以後嘅階段咧，財富嘅差距好視乎你對承擔風險嘅意願。當然，願意承擔風險並唔代表你一定賺㗎，你都有機會蝕錢嘅。呢個純粹係個人取態，冇啱定錯㗎。但如果你發現你身邊嘅人能力上明明同你差唔多嘅，
但係點解佢會賺錢多過你呢？好可能係因為佢比你更加願意承擔風險啊！同大家重溫一次3個同錢有關，我認為好重要嘅觀念。首先，錢唔係工作嘅目的；第二，為自己嘅時間定價；第三，要用風險去賺錢。如果你認為今集節目對你有幫助嘅話，歡迎你留言、讚好、分享。如果你想深入學習銷售技巧呢，亦都可以點擊影片資訊欄中嘅連結，攞啲課程俾大家學習嘅。我哋下次再見啦！